为着要让民众有快筛知识，彰化县特别成立全国头一个家用快筛咨询站，透过医疗人员的指导，让民众会当家己来做快筛。民众听医护人员的指示，一步一步完成体检。阿伯，你安尼袂准哦，阿伯，安尼袂准哦。彰化县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快筛 DIY 卫教咨询站，透过医疗人员的指导，教民众正确完成体检。是有护理师在的时候很安心，而且他会协助你，他就是帮你选正确的角度，让那个裁剪棒进到你的鼻子，就会觉得准确率会比自己在家使用的时候更好。目前快筛卫教站设伫彰化市成功停车场，服务时间是拜一到拜五下晡4点至6点。若是经过医师转介，是免费体检，也提供民众自费的卫教咨询。咱即马因为开始要微解封啊嘛，其实微解封嘛爱有一寡主动监测的这个机制才袂讲真正有这个病人是无发现，所以有专业的护理师来甲你教叶元平表示，民众若是体检阳性，请赶紧前往县内12间医疗院所做 PCR， 若阴性，同款爱做好个人防护参自我健康管理。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